这倒手边一定拼，吼，就讲一定第一条、第五条，吼，就讲咱台语是有声调的，古早人啊，甲叫做拼节，拼上苦集啦，平散譬如，拼上苦集，拼就是即咱讲拼，出来拢是这吼。你说你看，伊有这音乐讲，你看，西好把伊搞到树落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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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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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底裤胯难下皮的。你看，这传统安尼讲啦吼，即卖真话，我较建议吼，用下骹这个方式。第一看，你看刀，工刀的刀，刀，啥物呢？刀，温刀的刀，刀，万刀的刀。干刀，壁刀的刀，干画刀的刀，安尼咧讲啥？你讲啥？你看，你了看，看有迄音乐是无啊？刀，这个啥物个？这叫做苏声，你大家这叫苏声。啥物叫苏声？咱台语声来好听，是按咱以前个古老说讲吼，诗词一定要用台语来念。我也先我会讲着。因遐讲，因咱台语有一个苏声，国语嘛有，毋过歹势，国语无出声。咱台语阁有一个出声，就是触声。迄个啥呀？毋是啊，短促的促，声音的声叫出声。什么叫苏声？什么出声？真简单。所有若讲，咱这个音乐会当牵长的，会当牵长，要偌长，你家己去决定。比如讲，屏东的东，屏东，我要偌长，你家己决定。这叫苏声。啥物叫出声？就是这个话吼，互你搞当牵长，骹档即段爱倒调咧。譬如讲，干、读、食、读、行、福、讲、福、大、合，有无？合，这叫苏声。所以是安那诗词要有解了，因为咱有一个苏声，有一个出声，有一个动起来，有一个牵咧，所以就迄个节奏，就迄个 melody，这是就讲，只要人去讲来，伊才较难吼。所以我讲。是啊，咱台语哪有迄个讲的较唱地好听？台语呢讲的咱像唱歌，毋是天拨落来，是因为咱有八声调，所以咱有啥物？咱有哆哆哆哆哆，哆哆这倒手边个叫做苏声，苏声舒服的舒声，就讲迄现在咱牵长的，这边这两字叫做出声，就叫做咱口拢甲入声字所以用这。讲吼，就非常的清楚，非常清楚。好，安尼有这基本概念时，咱开始吼来讲真正要讲的，讲就是安尼，这是咱台语声调就是安尼，咱台语声调。请问国语几个声调？国语四个尔，咱有八个，当然好听，好听，靠音较深啊，有无？哆伫遮啦，所以嗦啦，嗦，哆咧就是咪，哆咧就是哆，嗦咪哆。嗦咪哆，你看嗦咪哆咧，嗦咪哆，这哆落落来，位悬落落来，这个咧牵起咧，所以台语好听啦，台语有西奶声啦，请食茶，要打油，对不对？要上油，对不对？拍球，这叫这个啦，牵起来。国语有无？国语但是国语是国字无字的，但是咱会当牵长的，咱会当牵长的，吼。甲讲两个，这两个叫出声，就骹档这样倒出来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方案，就讲就是安尼关系啦，安尼关系，毋是天拨落来吼。但是呢，咱讲一世人台湾，咱毋知讲咱台湾有即种物件，这较可惜的，因为咱咧教就无咧教这，无咧教这。我伫电台咧讲这时吼，无人听有理，就爱有这大，咱大家知我咧讲啥，电台我毋捌咧讲这，讲这时阵，像你伊就敲电话来讲，我听拢无对对啦。来，好，安尼吼，拢上过抽象。所以我爱具体，互了解。你讲的时阵，我听，我听无安尼，所以故意啊，来，你啊看，5000箍，来，咱即摆甲牵电来做出来，5000箍是哆咪嗦，你看到无？我来做音乐时，我来做哆咪嗦，对，DKB，是毋是啊啦？哆咪嗦，一直有关系，叫 DKB。所以我来咧写曲个啦，我就我就做哆咪嗦，你袂使违背这啊，但是我会去讲下来，后壁讨分数，买辛苦，国语有听得出旋律无？若听得出来，咱讲吼，你细汉时欠债背啦，无影响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就啥？讨分数，
嗦咪哆，有无？马是靠嗦咪哆，好，咱咧讲的时，其实就迄旋律，就迄节奏啦，就迄节奏。各位，我请问各位，一个有旋律的语言，较有可能偌粗俗、偌低落、偌无水准，佮兼排无洗手，我看无可能啊。啊，所以啥意思啊？完全咱家己的自信的问题，自信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天乌乌，哇，天乌乌，啥物啊？哇，天乌乌，啥物话？来唱嗦咪嗦，嗦咪嗦。啊，所以做家己歌吼，咱唱嘛无困难呢。真诶啊！就你要照这关键，你照，等我有咧啦，等我有咧，你就同我讲啥啊？天乌乌，马落雨，嗦咪嗦，嗦哆咪，就一定爱咧做。啊，就是你几拍，迄着你的技巧问题啊吼，但是迄关键吼，一定照这语言关键。讲台语本身语言就这音乐性，这其他语言真少看见，很少见到，真少看见吼。火车吱吱叫咧，你看吼，嗦嗦咪咪哆啊，一直安尼做咧，火车吱吱叫，嗦嗦咪咪哆，好，嗦咪咪哆。阿公食西瓜咧，你哦，你著算讲阿公食西瓜，咪嗦哆咪嗦，啊所以以后你甲伊讲阿公食西瓜，咪嗦哆咪嗦，啊，你讲你叫食西瓜啦，咪嗦哆咪嗦，阿公食西瓜，各位，吼，这无改变啦，吼，就咱的语言内底，几种就有即个节奏、即个旋律、即个melody，来，各位，安尼你来听落先吼。如果咱若无了解，讲咱做家己歌人若无了解这个时阵吼，咱就发现咧有真济吼，出头出来，来举两个咧。有一首歌咧叫做《乌鸦花》，讲乌鸦花、鹅啊花对不对吼？乌鸦花，乌鸦花吼真济人吼，笑面保护我顶礼拜吼，规礼拜拢伫高雄吼，即个高中一个校长吼，拢爱去讲10分钟的台语啦吼，10分钟的台语吼，我就甲伊讲吼，你拢知影这乌鸦花吼，逐个拢讲哦，阮校内底吼，拢咧唱台语歌吼，拢唱乌鸦花，讲你知乌鸦花是安怎来？大家拢知乌鸦花嘛吼，但真少人知讲乌鸦花一开始是囡仔歌咧，是囡仔歌啦。乌鸦花一开始是囡仔歌啦，是囡仔歌，叫春天啦。春天九百花开，红墙为白望年。一边几丛，迄边几枝，开甲真鸟真正水。拍只鼓来。我笑到袂笑了吼。对啊，咱做嘛想会到，即首离还袂有了一是囡仔歌叫《春天》啊，对嘛，这有一段历史背景，我就无讲啦吼。吼，那乌鸦花，来，咱做来看一下吼，来乌鸦花啊，我甲你讲，我要甲掠包啊，来乌鸦花，乌鸦花，秋风有吹落地。无人看见，每日怨切，花谢落土不再回。上尾一句，花谢落土不再回。咱的阿嬷自细汉讲花谢叫春唱，有无？咱头仔笑，逐个是讲花谢，我花谢春唱啊，无毋对啊。但是你这敢是春唱的意思，毋是啦，花谢，啥物意思？花是大呢，结果伊甲做安尼加，所以花谢就变花谢，所以花谢了落土咧，落倒落去吼，各位，叫怎啊？讲啥意思？台语歌做好做，毋过你袂使违背伊的音乐的原则，伊的旋律的原则，伊变成条有关有价啊，有重有底啊，对啊，所以毋是遐少年阿嫂妇就讲我做台语歌，毋是啦，这基本的爱办啦吼，爱办吼。对，第二首，像我们也会做咧。风有声音摇，乱手也紧，要是我手也紧卡紧，手也紧，我手也紧卡紧啊！毋是啊，讲手也紧是第7条字，是第7个中平，啊，叫讲手也紧，也做落来。对啊，
不对啊！伊讲你袂使违背伊台叫原本的迄个啦，这个甲手啊正脚啊正啊，啊是你若无感觉，咱袂晓手较直啊，啊，若有这个过来听，无对答的。自我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，不过我是真勇行的，较用走来勇行的，哇！咱招出来讲勇行的，有咱招出来讲勇行的，啊，但是伊敢是讲勇行的。我知伊坐飞机的啦，勇行，行是中病，结果伊甲做安叹气的，所以勇行变勇行。啊，所以讲伊，我讲规部不如了，即三个你要知影我咧讲啥，就是讲咱台语较是是平达性的，所以毋是讲你话要做，你袂使违背即个声调的原则，即基本步啦，基本步。来，过来。安尼还佫无够具，我讲安尼吼，还无够具体。我讲今仔日我重点，时间佫偌济啊？这决定。啊，时间佫偌济啊？无问题啊。因为这有较侪物件讲就拖了吼。来，好，来，各位，请问这啥物嘢？这来，这啥物嘢？啊，甜粿。啊，这个，啊这个，啊这个。姜粿啊，姜粿，啊北部人讲菜头粿，菜头粿吼，这甜粿啊，这发粿嘛吼，啊这豆啊，啊这菜头粿，啊菜头粿，好啊甜粿，甜粿，我讲吼，咱的这个时代吼，虽然讲无读册吼，册面有毋捌字啦吼，我阿嬷讲册面毋捌字吼，毋过讲因讲的话吼，基本上咧，拢真有智慧咧。我老母定咧讲，啊会发做发粿，袂发做甜粿咧，吼，口尾无路用人咧，会发做发粿啦。啊，袂法做甜粿，甜粿就咧口食，我较食甜粿啊。吼，我讲会法做法粿，袂法做个，汉人读册，拍球嘛袂歹，即个袂晓拍球，去做生意嘛袂歹，对不对吼？对，技巧一点无啊，一点无，我讲袂歹吼。甜粿，即法粿，包啊，菜头粿，来，各位吼。我来进头我讲的理论啦吼，讲理论来，读一下。来，预备开始啦！甜粿粿米，发粿发钱，包啊包金，菜头粿食点心。来，讲较紧的，讲紧的哦。来，甜粿粿米，发粿发钱，包啊包金，菜头粿食点心。答我出来啊！甜粿粿米，发粿发钱，包啊包金。菜头粿，食点心，我只包来。讲的、唱的、甲讲的无完全100%，但是差不多90%以上是对个。好，啊就甜粿粿米，发粿发钱，包啊包金，菜头粿就差不多啥？啊你若看我等，吼，迄节拍吼，你着家己去揪，后尾偌等，我就比较甜粿粿米，发粿发钱，包啊包金，菜头粿，食点心。是无改变啊！哦，我讲啊，讲这个音乐是嘛？过来，咱来看哦，这叫什么啊？咱遮讲平段，讲分段，爱讲半段。咱若讲平段啦，爱讲分段吼，分段呢，讲这材料分段，3个规律捌咧看吼。我讲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说转仙，走去下仔边洗3遍。好，来行个，一正宗的台语无咧讲读死的，头丝，头面糖啦，对不对？咱讲头面糖叫头丝，蚵仔鱼，数万千，好，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说转仙，走去溪仔边洗3遍，头丝蚵仔鱼，数万千。来，咱做来念者哦，念我较紧的哈，我较流利啊，好来，点看。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说转仙，走去溪仔边洗3遍，头丝蚵仔鱼数万千。差不多要出来哦。啊，你若较国语的叫来，讲头丝蚵仔鱼数万千，腰规囡仔3四千，讲食了嘛拖屎咧。哦，后壁迄句无咧答吼。啊，所以啥？你着照这个关键哦，你着变啊呐，一天过了又一天，辛苦无说转仙，走去溪仔边洗3遍，
头先乌仔鱼数万千，是毋是甲讲的？足我有啊无？啊，乌仔鱼即仔鱼我睇到有啲乌仔鱼，有啊。啊，所以是毋是？你念了时阵，啊你即个旋律就差不多就要形成啊。啊，你搁稍想者，就话一天过了又一天啊，啊，一天过了又一天啊，啊，是久无说转先。好，那安尼的时阵还阁无够贵个。我当然是就是为即首歌吼，我得到什么叫吟诗啦。我头拄敢是有讲到一个什么国桥，讲咱家己内底书声，啊，做啥呀？出声，对不对？啊，书听要创啥？要你拖动个啊。啊，要拖动，看你起码是有验啊无验啊。啊，有验无验，佫分了spring 验无，吼，佫有分就对啦。啊，这你拖动，你家决定，你家决定，啊，所以变啊，就变成讲啊，你甲牵好长。第2字、第4字、第7字，若莫拄着出声，你就用遐拖，各位有要听看的无？啊，袂安啦。是你叫我的吼，这礼拜人就见过吼，就变啥？一天。